大家好，今天我们继续来谈末法时代的话题。前面已经说了假活佛的问题和相关的评论，那么现在呢，我们来看真正的仁波切又是什么样的处境。这里有丹增德勒仁波切的两段录音，是由自由亚洲电台获得并且播报的。据分析，应该是在丹增德勒仁波切2002年4月3日至7日，他从雅江县的住处被捕之前所录制的，由流亡藏人巴瓦格桑坚参译成的中文。我把这两段录音的中文文本念一下，以便大家了解丹增德勒的处境和心境。第一段录音是：在这里我有几句话要讲，是什么内容呢？要说说我自己的辛酸话，如同所有法乃因缘所系那样，自己虽有良善的动机，不得不直率说出，因而不会有悦耳之词。也因此，不论是对政府官员还是对僧俗群众，我要说的是，就像去年做白事扣黑帽那样，今年我遭诬陷遭陷害的征兆又从各方袭来。我的遭遇是这样的：最近雅江县的各级领导找我问了话，主要是甘孜州公安局的领导要我到宗教局来，州宗教局询问各种问题。我不知道他们是不是公安局的人。那天州里有周县长，那个喊成周县长的人以前到格西沟接收学校的时候他也在。那天介绍我的是他，我以为他们是州教育局的人。我问他们是哪个单位的，没有一个人回话。没有人说话也没有关系。我又问那个周县长，你是哪个单位的？他说，我不会告诉你我们是哪个单位的，因为谁也不能过问我们单位的事儿。但是你的心里认为我们应该是哪个单位的呢？他说话的口气就是这样的，反正很奇怪。但是我心里还是没有任何怀疑，我说应该是统战部门的吧。他们说有话问我，说你必须回答。你去印度之前的事儿不用讲，主要讲你到目前为止做了些什么事儿，捡重点的讲。我就回答说，我从印度回来后做了很多事情，我不知道该说什么。如果你们有什么问题，请直接问我，我会照实的回答。他们又问我从印度回来到现在做了些什么。我回答说，不管你们认为是好还是不好，我是个普通僧人，我去印度的目的是想学到佛学知识，得到法脉传承，没有其他的目的。我回来也是因为父母和亲戚家乡的人都说现在的生活好，党的政策也好，一直劝我回来，我也就回来了。回来以后，由于上一时积累的福德，自己虽然有个仁波切的名号，但是没有什么文化。我阿恩扎西也是个做过十不善事及无间罪的凡人，但是我们藏人由于有很深的宗教信仰，信众对我持有信念，而且我曾在给你们的信中也写过，我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民，中国也是自己的国家，因此我认为我对民族团结、祖国统一、生态保护、社会安定、经济发展等等方面做了自己力所能及的事。但是种种迹象表明，我虽然做了很多努力，所行的善事却有被视为恶事的倾向。我大概说了这些，他们又问了一些问题，主要是说这个是错误的，那个是错误的，反正都是错的。
他们说你一定要认识这些错误，以后必须要管住自己，不搞政治的事儿最好。我想好吧，也就答应拉索。拉索是藏语里表示谦卑的回答是的意思。起初我从印度回来后，在礼堂寺当僧人，这期间我对供奉凶天护法神的问题提出过意见和建议。我认为这只是一个宗教问题而已，没有想过会涉及到政治。后来又说这是政治问题，不准讲，我就答应拉索。其实我不是个凡事都能过问的人，这是第一次。第二次的纠纷是，我曾去克拉乡为一个去世的叫落日的私生子念经，看到那里还有一个妇女因为难产面临死亡，没有任何药物，非常的危急，而落日呢已经死去了5、6天，当地找不到一个僧人或喇嘛来超度，他们真的很困难。后来我跟义兴和本果2个村落的一些长辈交谈，他们的想法是，如果能把他们那个乡搬迁到离红龙乡附近不远，建定居点也好，在公路边上也好，那样对乡干部、对小孩子上学、对老年人都有好处。民众有这样的愿望，我也认为应该将民众的愿望报告给有关领导，于是就向有关的县领导反映了这件事。但是县领导立刻说我这是非常严重的错误。我不知道，只是向他们表达了道歉。他们说这种事儿必须要得到省1级的批准，不能听你的安排。我就答应拉索。后来我们又因为一片森林发生了纠纷。什么原因呢？那片森林不是国有林，而是归民众所有的集体林。县林业局已经对那片森林进行了几次抢夺性的砍伐，那么我就和民众一起与林业局做过一些交涉，强调那不是国有林，而是集体林，不能滥砍滥伐。最初林业局似乎有意做出一定的补偿，但是都没有兑现。大家都知道，由于牧民们没有文化，真的很困难，所以我是为民众说了些话，但是又被说成这是严重的错误。凡此种种，共产党解放西藏已经这么多年了，旱地找不到吃的，跑到这儿补鞋炒青稞的那些工人都会有点文化，但是我们这边的有些乡干部连豆大的字都不认识的比比皆是。我一直向县里反映我们这边文化水平很差的事实，因此我把这边上不了学的农牧民小孩，交不了学费的贫民家的小孩，当然也有一些家庭好的小孩，我为他们办了一所学校。2000年的上半年，县里的李书记、刘书记就催我将学校移交给政府。这对我来讲，虽然在刚建校时没有跟我提出过，但我也有这个愿望，我当即就答应拉索。后来接收学校时，他们说学校将由政府来管理，不要我的1分钱。我认为应该这样，但是提出了能不能由我来提供一些青稞、小麦、酥油、奶渣等。他们说当然可以，有1把小白菜，有几个土豆都可以。于是我又提出每个月可否给每个小孩50元，他们也答应。后来我准备了3万多斤粮食，3卡车土豆，而且因为是牧民，就有很多牛肉，把这些都送过去了。这对我来说是很多的了，但是他们在答应后的第2天又拒绝了，还说什么肉是陈旧的等等。对一个牧民来讲，即便是旧肉也算作是好的。其实现在回想起来，那个时候他们就已经有了要整治我的准备。他们说我做的这些事也是错误，真的很奇怪。难道我做的全是错的，没有一个是对的？如果当时就指出那是错的，也许情况不一样，但是他们又没有这样做。以前雅江县的一个女干部是分管教育工作的，曾经带着甘孜州教育局的程主任来过我们学校，跟我们一起吃饭，一起座谈。当时程主任这样说，
阿安扎西，你真的很好，不用花国家1分钱就办了学校，非常好。如今国家允许私人办学，我们教育局支持你。他还对我竖起了大拇指。程主任也是州里的领导啊，现在州公安局却说我做的全是错的，真的很奇怪。现在很无奈，真的不知道应该怎么讲。无论国内还是国外，无论哪个民族，任何人都会认为没有文化的话，一个国家或地区是根本无法发展进步的。我们牧民有没有文化，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事实。我是为这些着想的，却被罗织了很多罪名。他们质问什么，我都如实的做了回答。他们也说你讲了真话，但不老老实实做事儿是不行的。我就说拉索，这样一时也没话可讲了。第二天我去了统战部和宗教局，他们说是公安局安排的，又说14世达赖喇嘛和10世班禅转世灵童的照片不准挂，你的照片也不准挂，但是到处都挂有你的大幅照片，那是不行的。还说你不能有仁波切的名号，其实能不能有仁波切的名号对我没有任何痛苦。我去年在给甘孜州的报告里写得很清楚，我不要仁波切的头衔，也不要僧人的头衔，不要任何头衔，但是我是一个人，做人的权利我一定要，除此以外我什么都不要。所以我又说了一遍。他们又说东厄洛和德刹2个乡，那些地方你不能去，从这里到嘎拉只是7-8公里的路程，去那里也要请示宗教局，拿到批准函才能去。反正我要去哪里都说需要请示州宗教局的批准，除非他们听信谣言惑众的话。我从来没做过反对党和国家的任何事情，以后也不会做。我自己没有任何可值得怀疑之处。就像西藏的谚语说的，实话如同山谷，长而深，那是经得起考验的意思。谎言如同草地鼠的尾巴那么短，是经不起考验啊。我就这样答应拉索而生活着。我有个真实的嘴巴，我任何时候都在说西藏没有文化，没有进步，汉人有文化，有进步。现在看来这样讲是不对的。除此以外，其他没有任何的疑点。但这并不是我不爱共产党才讲的，因为我也是中国共产党的56个民族当中的一个成员。我认为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民，我有这个权利讲。我手里持着佛珠，心中念着为所有众生，嘴巴里吃着活着的人和死人的所有的饭，意思就是他拿着信众供奉的钱。用不着不爱另一个民族或者国家的。如果是这样，从宗教的角度讲，那是罪孽；从政治的角度讲，那是鸡蛋碰石头。这点常识我是有的。昨天州公安局来电话，让我在谁也不知道的情况之下去州府康定。有些人说昨天就有计划将我带走，看来他们的目的是他们不用上来，而在别人毫不知情的情况之下将我带走。我不愿意在谁也不知道的情况下被带走。如果我真的犯有什么罪，他们应该理直气壮的、大大咧咧的开着警车，开着警灯和警报，呼啸着将我抓走。如果是担心群众闹事儿，我绝对不会让群众阻拦。如果我真的有罪，如同西藏谚语喇嘛不度孽身者，当官不必以罪重者那样，如今讲到中国政府人口庞大到12-13亿人，经济发展，军队的装备达到世界无与伦比的程度，如果我真的是个罪人，群众会擦亮眼睛看清楚的，不会鸡蛋碰石头。以前当局秘密地将阿寇次多，我的亲弟子带走关押5-6个月之久，被毒打折磨的有好几次想以自杀来求解脱。
我可不想在谁也不知道的情况下离开，因此我在想，我应该去一个非常清静的地方，即使只能念一串六字真言，对大家也是好的，也能积累一些善业。否则住在这里，让我上去到州里去，不去不好，去了藏汉任何一方都为难。真的，去一个清静的地方对我最好。本来我去哪里都需要雅江县盖章，可是我与雅江县的几万民众有宗教上的联系，需要经常来往，县里怎么能顾得过来盖那么多章呢？因此今天我主要想讲的意思是，不管是领导干部还是一般的僧俗民众，请你们想办法将我的问题层层上报到党中央。如果能找到一条能够澄清事实的路子，不要说国外，连稍微有些远的地方我都不会去。因为是这么考虑的，所以大家不要像以前那样，很多人去县上乡上围聚动手那种事不要再干了。我竖起大拇指求你们了，这样做没有任何益处，反而有害。你们大家商量一下，推举一两个代表去告诉上面，我安安扎西的想法是这样的，看能不能有澄清的机会。否则像以前那样，当我远避在外，很多人跑到县上乡上去，没动口就开始动手，那样是不好的，那好像变得是我在精心的策划一样了。如果面对的都是吃糌粑的藏人，那么我可以发誓，但面对的是共产党，只讲政治，怎么可以发誓呢？如果我能找到一个层层到党中央依法申辩的机会，我就要说明我从来没有做过破坏党的政策和国家的任何事情。正如西藏谚语所说的，死了骨头是白的，不死心是白的。请大家切记在心，如果我能找到一个向党中央反映的机会，我坚信党的政策是正确的。中国是世界上一个强大的国家，如果在上级那儿能拿到一个允许我反映情况的文件，我们可以去找干净的水洗手，那意思就是到哪儿去反映和澄清都行。否则请你们不要集中3人以上去吼叫，那样没有益处。我并不是没有地方去，如果去印度，那就像回到自己家一样，但我还是想住在与自己的命运有很深的因缘联系的雪域西藏高原最好。中国是我的国家，至尊达赖喇嘛已经讲过不寻求西藏的独立，已经决定了要和中央政府生活在同一个国家之下。因此连至尊都那样决定了，像我这样的人以前没有过睁着眼睛往河里跳的意图，将来也不会有。各位领导也好，群众也好，如果你们相信我，请按我讲的去办，这是我被逼无奈而讲的心里话。我也根本不喜欢被呼来喝去的那种生活。也许有人会说，如果你没有罪，为何还要逃呢？但是请你们想一想，上级说我做的全是错的，他们逼迫我说你想签字也得签字，不想签字也得签字。没办法，我就签了字。他们是国家干部，也许有他们的无奈，但是如果说话算话，如果他们能够信守以前给我讲过的诺言，说些从现在好好起管住自己，不要再过问政治，这样的话倒也可以。但是他们又叫我在没有任何人知道的情况之下去州里，我就有了不一样的疑虑。我阿安扎西已经是黑乌鸦，走到哪里身影都是黑的，嘴巴又闲不住。他们在群众那里找不到我的一个错误，我心中也没有任何的疑虑，但又被诬陷，这是错的，那是错的，并且被逼迫签了字。如果以后民众闹起来，他们又可以讲我阿安扎西已经签了字，已经承认了错误。除此以外，他们所指控的那些所谓错误，民众是有嘴有眼的，他们会看清楚的。因此我根本不想在没有任何人知道的情况下到州里去。
从始至终，我的寺院发生了很多遭到诬陷栽赃的事情。阿寇次多的事情我在前面讲了，在关押6个月期间，犹如堕入阎王爷的地狱府那样，遭受了种种非人的酷刑，但最终找不到任何罪行的证据，不得不释放。听说到了印度那边以后，他讲了那是被栽赃诬陷。我认为如果真的有罪，即使到了自由社会也不应该撒谎。如果没有罪，不管是在印度的自由社会还是在中国的监狱，讲的话只能是同一个。哪能这样，不死也得死，死了必须因为谎言去地狱。阿寇云贝的兄弟洛达被关押几个月后，找不到任何罪行而不得不释放。在拉萨学习的5、6个僧人被定罪为反革命，遭关押了2、3个月，被毒打得连牙齿都打掉了，最后又不了了之，找不到任何证据，给放了。如果他们真是反革命，哪有那么容易放出来的呢？对我的栽赃陷害还在继续。去年前年，他们在这一带的很多村庄牧场收集我危害政治、危害民族、危害国家的情况时，好几万民众签字画押，说了真话。这些都已经上报到自治州以及各级领导。这种栽赃陷害的行为，我无法承认。但就像我在前面所讲的那样，大家不要闹，要想办法洗清对我的栽赃行为，这是我最大的愿望。坦白从宽，抗拒从严是党的政策。他们没完没了地指控我建了寺院，认定了活佛，封了森林等，都是错误。我从口头和书面都承认了，去年已经摆平的事儿，今年又搬出来说事儿，任何时候都在找茬。我想这不应该是中央的政策，只是下面干部的主观臆断而已。因此我在想，应该有渠道向党中央反映，请大家切记在心，并祝大家吉祥如意。下面是第2段录音的文字，我来念。今天我还想向大慈大悲的观世音菩萨的教化之地的藏人同胞，向世界上所有爱好和平与正义的兄弟姐妹们讲几句心里话。我是一个已经53岁的非常普通的比丘僧，没有什么文化。我生于1950年，我的青年时光就在那个时代被荒废掉了。后来稍微有了所谓的宗教信仰自由和政策开放的比较宽松的年代，我就有机会去印度拜见世界和平使者、藏人今生来世的尊者达赖喇嘛为主的高僧大德，从他们那里聆听了佛教教义，特别是后来去哲蚌寺的果莽扎昌学习佛教教义，深深地体会到佛学的观点、行为、教诲与其他宗教完全不一样。如果能深入地聆听学习这一教法，从而利益众生，那该多好。1987年，我返回家乡至今，一直被指控我这个不对，那个也不对。这样的指控陷害从来就没有断过。我从来没有嘴巴上说一套，肚子里藏一套的习惯。看来这个习惯是不对的。今天听说汉地成都市发生了爆炸事件，一会儿说那是德差乡的什么人干的，一会儿又说是对贝彩村的罗让登珠干的，现在又听说是在调查是不是我干的。理塘县的阿白来电话告诉了我。不管怎么说，我从印度回来已经17年了，在这期间对我的怀疑和调查从未间断过，但是没有找到过针头大的罪证。最后连我建学校都被指控是错误的。我不过是认为没有文化的话，永远进步发展不了，就想让大家都能学习以藏文为主的知识，却被说成了这也是错误的。总之，从头至尾对我的诬陷和欺凌是没完没了的。现在看起来是准备将我带进监狱了。哦呀，以前有个比丘僧染了他的袈裟，由于他的上一世偷过一头小牛，他的袈裟颜色就变成了小牛的肉的颜色。
我这也是不是上一世的报业呢？我这个躯壳如今不是无知的小孩了。我自进入僧团去了印度，在尊者达赖喇嘛的座前聆听佛法，以及我接受了比丘戒律之后，不能伤害包括蚂蚁昆虫在内的所有的众生，那就是理所当然的。不仅我自己如此守戒，我一直告诫成千上万的人，要他们抛弃伤害其他生命的任何做法。我还告诉他们，伤害其他生命是对佛祖教义的亵渎，也是拖一切变知的至尊达赖喇嘛的后腿。不仅如此，一切变知的至尊达赖喇嘛是世界的和平使者，我们是他的信徒，要做他的追随者，不能干违背戒律的事。我在各种大小法会上都讲过，如果真的有什么问题，应该面对面的讲，不用鬼鬼祟祟的告。我也说过，秘密贴传单背后说坏话是不好的。不管怎么说，我们是藏人，是有尊严的藏人，绝对不能做对西藏宗教和文化的破坏行为。虽然我们没有什么能耐，也没有什么文化，但是要让他们知道我们是有骨气的人。因此今天我已经做好了牺牲自己生命的准备。在我的历代转世中，我已有过很多次的生命替换，今天更没有什么可惊奇的。将来在西藏没有找到根本出路之前，还会继续发生这样的事情。我愿将我的生命奉献给西藏的政教事业，特别是奉献给能为这个世界获得和平，继而能使天底下所有众生终究得解脱的佛祖及尊者达赖喇嘛为主的诸高僧大德。本来一个藏人出于愤怒而打人一拳，我都说过这是在拖至尊达赖喇嘛的后腿，严厉地指出这是不对的。而我从印度回来的这17年里，不要说伤害别人，心里从来连想都没想过。你们都应该明白，今天我身上发生的事完全是对我的诬陷。今天对我的诬陷是因为我是个有藏人的血、藏人的肉，而且有藏人的骨气而导致。我们藏人的政治和宗教遭到了何等的破坏，全世界凡是秉持正义的人是看得很清楚的。现在对我也正是在发生这样的事情，这也是报业吧。概括起来，今天我要讲的一两句话就是，我将要为西藏的政教事业，为这个世界的所有有情众生能够消除短暂的障碍，并最终获得圆满成就而献出我的生命。祈愿我的这一奉献能够幻化成至尊达赖喇嘛的所有愿望终究实现的正果。这段录音的后面是他的祈祷，所以就没有再翻译。好的，今天就到这里，我们下次见。本节目由绝地金书工作室制作发布，请扫描赞赏二维码进行赞赏，您可以得到回赠的电子书或其他作品。请扫描订阅二维码订阅绝地金书频道，收看收听已发布和将发布的更多作品。